你是毋是我的好兄弟？对啊，准讲你我的好兄弟，但是咱7月半人啊咧普渡的时，好兄弟拢嘛听人烧香插落，啊，怎么我拄拜到你就出来？无啦，我毋是跟你讲这啦，我是讲恁来唱切的。切啦！我，毋是，我就是因的后辈啊。阿哥，你著看样去。阿舅啊，你家己看样吼，家己看食三兄辈。阿姨哦，阿姨你喙齿较无，你无这虾啊，无要紧。倒叫莫来这套，我啥毋知你拢无亲无情哈？即摆当时变一阿哥阿舅来哈？你讲啊，哪会唱这啦？毋是啦，其实吼，这两个做囡仔吼，因来诱拐我的。你若讲我结婚，那甲推路骹搁咧跳，这你照型人会来诱拐你，来这套，讲。你也做啥？有剩的吼？有剩哦。倒叫讲了无毋对啦，我甲你自动送来啦。安怎？是安怎？你是看了无介意哦？你是咧贩毒哟？一个欣赏哟？无啊，我唔敢啊！我是讲吼，我甲倒叫拢穿同领裤啊。伊提亲头我嘛是对叫后呀，阮两个是兄弟啊。怎么伊我哪会拢无？原来你规半工就是讲人有你无，你咧庆婚咯。无要紧，你放心，有人有份的。嘿你，这看你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来食。帅哥，你好啦。伊毋是叫做帅哥啦，伊叫做邓有春的，外号叫做碗哥。无啦，伊生做缘投，我就叫伊帅哥啊，我都瞒呢。哎呦，你叫啥名？我叫夏日。哦，那下必笑，真好。阿爸，你帅哥，真好。介意坐返来啊。真好，快紧，歹势咧，我安尼介绍袂歹。袂歹吼，来，你叫做有春的。有春。有春兄，来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龙女，爱是龙兄，叫做夏女。毋是啊，娘囝，你是拢叫你娘囝，你也当时叫做龙女。无啦，倒叫是安尼啦。阮厝里吼算服侍这个海陵王啦，所以才叫做龙女啦。是啦，以后请你多多指教。我看你甲阮夏女吼，两个足适配哦，你两个应该是天生一对哦。讲这阮两个足适配吼，天生一对吼，这有气好，这好。我讲我邓有春的，我已经将迄新妇仔腰塞互你后，你这人见乌就动呢，你看到幼气的你就介意，你心肝蛮大，我讲。足球的，迄腰的是要算什么货啦？人瘦搁无摆一只敢若狗啊！搁吼，迄安尼瘦到安尼还安尼吼，头壳搁倒裤，刷了搁吼，迄风太来吼，缀袂牢遐，就安拢飞了了。我甲你讲，当然啊，这个我介意啊，迄个吼叫去边。踹！你真有眼光的你。我不爱插你啦。时到吼，三马若怪罪的时吼，这拢你家己造成的，我拢当作唔知影，这恁家的代志哦。无要紧，我是个宝贝囝，有啥物代志我负责任。哇！我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两个搁麻，一人一句，搁代数才怪遐顺。恁有介意？你莫问我这个做大舅的看肯唔肯？嘿。对啦。你若想要食果子，就紧拜树头啊！有影，大舅，我敬你。拜托诶，我甲伊熟悉遐久，我都唔敢甲叫安尼，你安尼甲叫安尼，你遮久熟悉呢？我先，我敬你，这久。爽。哎呦，有呀！你甲阿爹讲的话是真实啊假？你莫骗我呢？阿爹，当我要来骗你啦？这是我亲目睭看到的，当然嘛是真实的。迄倒桥是有够过分的，伊要去啉烧酒找查某，家己去倒好，竟然从有村来甲我拖倒去，小要气死！真实的啊！你想袂到这倒桥即摆接拍，搁叫查囡仔陪啉烧酒，这有影学家底大无底看。阿爹，不管啦，你一定爱替我做主啦！有村的是我唯一的依靠啊！伊若搁继续去找查某，我是要安怎？哎呦，别烦恼遐济，我相信是风场作品，毋是真实的啦，免烦恼。
你来免困，你来免困啦，吼啊！哦，摇的啊！我先这款代志，你甲你若爹讲，无甲我讲啊！哎哟，等你心肝来敢遐久，我才安尼的存在心啦。阿娘，你误会我啦，好啊，免搁解释啊啦。吼，这倒球啊，这死囡仔，敢拖歹我迄个心肝仔囝，啊好，我绝对唔放伊煞。来，好大，阿达，哦，这有水啊！我来讲哦，你爱好转去啊，啊若无啦，叫三妈知影讲你伫遮咧浸七啊吼，你是甲伊足歹看，我会讲。迄倒球的，我你唔通袂记，我是恁三妈，阮娘会宝贝仔囝咧，伊唔敢甲我表扬，甲我表我甲伊变面的啊。哦，有水啊！啊，你就有气魄的嘛？你若娘你也敢甲伊变哦？无你臭介啊！我若唔敢甲伊变哦，我表会生。好，你这型的我介意。有眼光。有眼光，好大拢免纳税金的啦，但凊彩讲讲的唔知，想惊想也唔知啦。哎，你意思讲我就是伫咧臭屁啊？嗯，无较惊啦，阮娘来，我计起来，伊绝对起来唔敢跪。你叫啥跪啊？我是讲我跪啦。啊，我甲伊跪，我跪。大人啊，就是伊啦，伊有怪良家妇女。来啊，将伊三仔给门。我嘛有跪呢。